哦，前方那个是铁路呢，你看，你要看火车往南啊，那个是往南的火车。啊，然后画面正中央那一座庙是寒山寺，寒山寺啊。哦，嘉南平原的，台湾的嘉南平原，哦，比新港东也有寒山寺哎，大陆是江苏苏州寒山寺。张记啊，枫桥夜泊。姑苏啊，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。江南移民之乡啊，江苏江宁啊，苏州无锡。前方那个可能是中央